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4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早起宣布继任赖培霞，将做是副总统人选。赖培霞捌第个因总统候选人，嘛入围今年的金钟奖。台铁有9成9个司机人士讲中秋甲国庆无要加班，中秋甲国庆连假恐惊会无火车通坐。桃园市专勤队伫中立抓到一个越南来的美容师违法帮人做医学美容，已经予以违反依司法起诉。新闻一开始来看，总统参选人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今仔早起宣布副手的人选是艺人赖培霞。郭台铭学了赖培霞是上好的人选，两个人是上强的组合哦。赖培霞嘛强调讲，伊会利用沟通协调的专长来促成在野整合。今仔下晡要去美国访问的国民党总统的参选人侯友宜是无评论，讲伊回国就来公布副总统的人选。另外，民众党的郭文哲是认为讲赖培霞是袂歹的人选，嘛讲伊搁会找副手。本周出现表态独立参选2024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邀请捌伫台局人选之人坐龙架中搬因总统当选人的艺人赖培霞担任竞选副手。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包袱，我们深知民间需求，我们渴望为民服务，我们将组成最强组合。你已经不是鸿海的董事长，请你先跟以前的那些竞争对手喝喝咖啡。身为副手，我的任务就是落地他整合在野的心愿。赖培霞致辞的时阵，捌过拜后田，表示，就因为感觉台湾的经济政策不振，才会决定出任。不过也强调会善用沟通协调的专长，协助郭台铭促成在野整合。两个人会搁得期到中选会登记。那将伫14下昼启程访问美国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对郭副手无评论，不过讲家己会搭配人选会伫反台了后向各界报告。我不清楚郭董事长的规划了，华美会尽全力把我的工作很清楚的来跟美方建立一个深厚的一个情谊。赖培霞是一个资深演员的，这几年也做一些公益事业的，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呢。找那个女性副手，那现在目前进度应该在ongoing了，进行中。民众党参选人郭文哲是到台中有关立委参选人蔡碧如去世，伊也属意找女性副手，表示有缘伫咧定选人选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全国火车驾驶产业工会不满公司化津贴减少哦。9月7日就公告讲，按算伫今年中秋跟国庆连假依法休困，无要加班。交通部长王国材昨则表示讲，已经甲工会充分沟通，应该袂有讲无要加班的情况。也毋过工会昨暗时表示讲，已经有9成9的司机人数咯，今仔就甲人事书送互代替。连中秋节连续假期只剩半个月，台铁早已经卖出超过21万张廉价车票。不过司机员可能伫中秋节迄天无加班，为要争取权益表态。要罢工啊！罢工会影响到旅客的权利啊，就跟上层好好沟通就好了。会支持他们这样子的诉求？会啊，因为我除了是旅客，也是劳工啊。我支持所有劳工争取他们的权益。这摆由全国火车驾驶产业工会发出的动员令，诉求原因是一直无看到行车安全执法、甲员工权益参津贴法制化。工会连续中秋节甲国庆日无加班，已经得到1400多名代替司机员人数，超过9成9。比起5月劳动节无加班，响应的司机员也搁较侪。
代替企业工会也全力支持出交通部伫公司化法制化过程一再头前检验员工任务科任。部长在讲的部分说有持续沟通，不过这个沟通在去年5月18号大家都有一点共识在，1年多了。还是这句话，去年5月有11个，今年应该没有10个。这段时间我们跟行政也做一些充分的一些沟通，大致都往正向来走了哈，所以想说整个应该不会有不加班的一个状况哈，目前是这样。对目前无够10名司机员无参与联署，中秋节敢会当开出偌济班车，加做事分一大变数。交通部长吴光才13回应，劳资沟通应该会朝好的方向前进。那代替14早起发出书面声明，当积极甲工会沟通协调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市的专勤队伫中立掠到一个越南来的美容师，伊对109年就开始违法帮人做医学美容哦，嘛已经互桃园地检署以违反医师法起诉。我问入去，桃园市专勤队伫桃园中立区民家厝查获一名越南籍美容美医妇女，现场查考几学期外科手术刀、麻醉药、玻尿酸、肉毒杆菌、皮秒、镭射机等犯罪事证，搁伫本市场发现大量没有废裂的外科药包，甲使用过针头。网购，然后直接从越南的网购，然后进口过来吗？对。你是自己上网站买，还是跟朋友买？跟朋友嘛，刚刚有去买。桃园市专勤队定期伫执行4年期间，摄影女子入收容所安全检查的时，发现伊的胸坎有无拆线手术的空喙。调查才知影，伊伫互查获进前2点钟，透过外籍美医做手术，所以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调查。经专案小组数月追查后，发现该疑似外籍密医阮女以开设美容工作室为名，却以美容医学为常业。经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根据了解，姓吴美医109年起违法行医，透过网络行销收费价高付服务吸引客源。伊伫征信中家己讲，包括挂目睭的双眼皮、注肉毒玻尿酸，加做缩年头手术，大约有20多人。专案经过桃园地检署以违反医师法罪嫌起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发生假车祸真抓人的案件，伫初10的暗时哦，一个被害人伫永康发生车祸，人说互压去平湖关起来哦。警方伫台南抓到3个嫌犯，佮去平湖抓到4个嫌犯，嘛甲被害人救出来。初步调查有可能是有财务纠纷。初10暗时7点外，赛车的被害人伫台南永康一条巷仔煞撞着乌多摆甲伊对撞。想要到落车一看，竟然去互对方掠走。压入去车顶啊！哦，这样就一直花呢。惨叫人，打人的啊！就食做好要掠人。伊看救人，阮老伙仔嘛无法度，对毋对？要安怎救？迄是伊刚刚的声伤过头大声，才出来看。歹人毋但甲人掠走，佮甲被害人的车驶走，犯案过程互附近民众看到，赶紧报警察。管区是永康分局随进行追查，发现被害人真有可能是坐走私船，互再去平湖禁起来。被害人的车也互驶去屏东拼掉，也若犯罪轿车也驶去新化烧掉，要制造断点，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度。发现这个犯罪集团相当狡诈且预谋犯案，除了制造假车祸之外也分别将被害人的车辆往南部移动，在警方的追缉过程当中，还将被害人押至离岛澎湖囚禁。警方抓到协助运送被害人的3个脚猫了后，随去到平湖，顺利伫咧白沙乡的一个民宿，找到其他4名嫌犯含风押走被害人。总共在台湾多次的逮捕共计3名犯嫌。那至于澎湖囚禁的嫌犯，在昨日下午发现处所之后，立即实施攻坚围捕。那共计逮获主嫌徐姓犯嫌等4人。不过被害人互押走了后，家属虽然无接到要讨赎金的电话，也若这被害人为什么会互掠走，目前真侪疑点，警方阁爱进一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雄的少年警察队接到报案，讲有诈骗集团骗民众讲会当到三港做投资，骗被害人提195万出来投资哦。后来这个被害人想要甲钱讨回来，因又讲爱搁交52万。警方甲被害人合作掠到2个未成年的车手，嘛继续追查其他的嫌犯。诈骗车手互压伫涂骹压的人煞穿外送人员的衫，其实这是警方假的。高雄警方进前接到一件投资诈骗，甲被害者合作约诈骗集团到超商交30万。警方假做店员甲外送人员，当场掠到2个未成年的车手。逮捕现金还有工作手机、工作证等等这个证物那随即我们就是就又捕另外一名这个接应的共犯黄姓少年这个部分这个2个少年我们都以这个诈欺罪，还有我们这个洗钱防治法，以及我们这个台湾高雄少年家事法院根据了解，集团用短信联络被害者，讲会使提供股票资料并斗相共操作，爱被害者加入投资交易了软体，刷来阁一直骗讲投资已经有真悬的回报，劝被害者阁投钱入去，先后汇款面交总共195万。等被害者想要出场，阁讲爱先交回报的20%，52万。被害者这个时阵才感觉无啥着报警。该集团利用少年涉世未深，以轻松打工赚钱为诱因，吸收偏乡地区少年担任车手。本队已掌握相关的涉案成员。警方抓到未成年车手，要带转去警察局。根据了解，集团用钱来吸收未成年，互因一个揪一个加入，会陆续追查集团中心成员甲干部到案。警方嘛呼吁家长甲学校爱注意，避免囡仔行唔着路。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2020年，新北市金山公所一个小编陈家伟因为过劳死亡，家属提出国赔，也毋过新北市政府是认为讲，伊是自愿加班，所以拒绝赔偿。后来家属又搁提起国家赔偿的诉讼，今年的8月30号，家人地方法院一审是判家属胜诉，金山公所爱赔家属373万，这案是当搁上诉。不要再想了，我是很累了。陈爸爸讲出这几年来的辛苦，新北市金山区公所新媒体组长陈家伟2020年伫厝内过劳死亡，伊家属提起836万元的国赔诉讼。今年8月30，家人地方法院一审宣判家属胜诉，判金山区公所应该赔陈家伟家属计共373万元。陈家伟在过世前6个月，他每月的加班时数最高有高达124个小时，那平均下来呢，也有108个小时，这个叫做异常工作负荷。那金山区公所，它依法是应该要去预防这个状况发生，但是金山区公所没有做任何的行为。陈家伟2020年过身了后，陆陆部认定过劳，家属提出国赔申请，但是新北市政府认定伊是自愿加班拒绝赔偿，才行到国赔诉讼。虽然判赔的金额参家属要求的是差了400多万，但是家属表示未主动提起上诉。就是我也尊重司法的判决，目前不想上诉，希望金山区公所这种判决不要上诉。如果很不幸的金山区公所仍然执意要提起上诉，那陈爸爸和陈妈妈也很无奈的，必须这个奉陪到底那甚至也不排除提起附带上诉。对此，新北市政府回应尊重法院的判决，目前也正在参金山区公所法制单位甲委任律师进一步讨论，甲会上诉。目前正在研究当中。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哦，今年的电视金钟奖伫下晡2点公布入围的名单。今仔郭台铭宣布的副手赖培霞，伊个人伫遴选知名的演出，嘛入围女配角奖哦。演出台语台阿波罗查甫囡仔的单元，嘛入围女配角奖。早起郭台铭哦，打公布赖培霞是副总统的遴选，下晡公布的金钟奖哦，赖培霞嘛因为演出总统候选人的角色，获提名女配角奖。另外，今年的特别贡献奖是颁予今年初打过身的资深的演员丁强，伊得到所有委员的认同。委员是认为丁强是演员真好的榜样。今年的金钟奖会伫10月20到21这2天颁奖。讨论这个奖项的时候，再来看巴西进口两个争议继续的炭烧，大陆两品的董事长虽然为了保存期限表示错误，公开回失咧，也毋过伊又搁讲是农业部爱伊扛责任。早起董事长又搁讲农业部只是建议尔尔，
伊无想要代志闹大，所以就听农业部的建议。高雄有议员嘛发现讲，台农进口的澳洲卵日期冇问题。卫生局已经展开全面的稽查。国民党今仔早起嘛去台北地检署对台农公司佮事事提告。车身写台农的货车来回再会，台农生产的巴西卵日期标唔对，恐惊互食药署开发。董事长涂万才进前回失礼，甲产品落价，今麦又搁跳出来讲是农业部要求伊回失礼担责任。早起搁再一摆查证，涂万才讲农业部是建议伊回失礼，唔是强制要求。农业部是讲咱都下架来甲咱的迄个消费者我觉得对不起安尼建议啦，伊是讲伊叫阮咧做的是一个建议啦。台农满北的委屈，针对标示错误的巴西进口卵，高雄、屏东两个县市卫生单位同步稽查公司甲厂房，高雄市卫生局先开发，认为台农无交代清楚，想要闪责任，先罚30万。及流向、仓储与管销通路等，卫生局正协同食药署及屏东县卫生局。积极调查相关事证。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邱宇轩也指出，进前伫超市买到台农的澳洲进口卵，制作日甲买的日期是同一天，入味敢是同一天，就对澳洲送来到台湾，也是嘛同款有标示无清的问题。我9月7号去买的，就发现制造日期9月7号没有错，可是产地是澳洲。台农老板有说，他其实不清楚怎么标示，所以到底这个标示正不正确，我有非常多的质疑。邱宇轩讲，已经要求市政府全面彻查区内的进口卵，保障市民食的安全。高雄市卫生局回应，会照法律办理后手的调查。另外，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罗志强等人是各台农公司董事长甲食药署，也阁有农业部长陈吉仲，认为台农涉嫌诈欺甲做假标记的罪，也一支中央官员可能早前就知影，公布网络资料甲新闻等等的证据要来告。进口卵的争议是愈来愈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台底的大楼塌落去，台北市建管处是表示讲，已经甲建筑师依照违反建筑师法移送停改。另外，针对台北市政府对基台建设提出两批的假扣押，拢互台北地方法院驳回。市政府是表示会阁来研究，看敢要提出控告。台北市台底经家处立起的案件，三大技术工会鉴定的结果显示，工地并无对监测系统的警示做及时的反应。造成附近的大楼塌去。台北市建管处表示，暂时已经把相关的工程人员、甲建筑师移送停改。早上已发文给新北市政府，把那个福利营造还有他所属的专任工程人员跟工地主任，依违反营造业法移送惩戒。王建筑师他是登记在台北市，依违反建筑师法规定移送台北市的惩戒委员会。根据建筑师法，甲建筑师停改处分，包括警告、新改、停止执行业务2个月至2年，撤销或者是废止开业的证书。监管署表示，破图的结果甲相关监测的资料，嘛会提供予政府单位做调查的参考。然后台北市府对基台提出的假扣押，头一批是6000多万，还有第二批是2亿，拢去予台北地方法院裁定驳回。台北市府表示，会甲律师团队研究敢是要提出控告。针对法院的裁定感谢法院，市府可能会提抗告的部分，我们也都尊重。若受灾户的补偿甲安置，会由台北市都发局成立安置小组，法务局成立财损评估小组，由各组来进行服务。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上班伫9月20，就会当予住户领到相关的补助金。消保官呼吁基台，甲基台买易受厝的民众，若是要解约，条件就要放零，这点就要照品照行。强调双方解约协议的处理，若是有问题，消费者会当向台北市法务局消服中心提出申诉。根据法务局的统计，到达已经受理14件基台台地建案相关的申诉。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新加做环境部已经超过3礼拜，部分环保团体是真不满讲到当应该也未甲部长四副性当面沟通。针对大家公布的新任的环评委员，环团嘛认为讲一半拢是环境工程的专业，欠缺海峡佮沿海湿地生态的专家。
为北中南内环保团体代表大声喊口号，唔知影喊偌久才当等到拄就任的环境部长施富生愿意出来面对面沟通。环团批评前任署长张子敬甘愿做经济部的附属单位，即马环境署升格，环团对环境部有更较大的期待。新部长施富生上无嘛爱学前任署长张子敬的优点。沈世宏署长亲自到我们地方来听取我们的意见，就算是民进党上台之后的李应元，一样是跟我们有许多的直接沟通见面的机会。针对环境部公布上升一届环评委员名单，环团认为代表性无够多元，欠缺南部学者、生态专家。中华环保联并指出，本届外评委员有6位专业是环境工程，只有3位生态专家专业领域是淡水鱼、螃甲森林资源，恐惊无法度评估离岸风电开发对环境的冲击。这届的环评委员是缺乏了海域跟沿海湿地的生态专家，显见我们的环评委员还是选的这个环评委员还是非常不接地气。高雄的环团代表呼吁，南部的开发案真济，相关的环评审查应该伫当地举办，好在地居民会当方便参与审查甲监督。部长施富生有讲过，会去甲环团沟通，毋过就任24天，要等袂着伊主动联络。针对这件代志，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椒华表示，毋望真做倒超车迄个人，建议伫北中南东拢办座谈会，加听一寡在地环团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监察委员收到嘉嘉受刑人的申诉，嘛展开调查，发现讲台北嘉嘉的工作人员涉嫌虐待受刑人哦。监察院嘛对台北嘉嘉提出纠正。有台北嘉嘉的受刑人要向总统府和监察院等单位，告发嘉嘉的管理人员和服务员定定甲受刑人拍，讲捌互喷咸石仔水，用电击帮刑，也捌互拍甲吐血。甘为高永成和王幼玲勘验台北嘉嘉400底监视公碟了后，确定台北嘉嘉有不当管理受刑人的情形，今仔日提出纠正。也有这个压制用肘击压制的一个行为穿背心的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就是服务员啦就是视同作业受刑人好，那像这样子的话，这个是管理员本身，管理员是有出缴。纠正案里面其实有要求矫正署跟法务部要再去查明的那现在管理员可能他们都知道，他们如果动手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也很担心会不会有这个变相利用这种孔武有力的这种受刑人然后去来处理这些违规的这个收容人的这状况。监察委员表示，咱国的嘉嘉因为管理的骹手无够，会任用受刑人来做服务员协助嘉嘉管理受刑人。即马煞查到服务员对受刑人起骹动手，但是管教受刑人照例应该要由矫正人员来执行。甘为高永成强调，管理人员伫咧现场所拢当作无看到，管理明显有违失，要求法务部要重视这寡问题。我们纠正案的案由里面有一个是我们认为北监的监视器的死角太多。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处理到这个每一个角落能够保障到这些受刑人是不是有不当管教的状况出现所以是透过这个反射才看到有受刑人的被不当处理的一个状况另外，监委高永成和王幼玲呼吁法务部和台北嘉嘉，虽然受刑人是入家来服刑的，但是嘛要保障因的人权和人格尊严。后续的依请检察机关侦查，含请法务部确实检讨改进。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为了对抗新冠肺炎新的变种病毒 XBB.1.5 和 XBB.1.16， 小数昨午召开专家审查会，同意核准莫德纳 XBB.1.5 疫苗专案进口，包括6个月以上的囡仔、青少年各大人拢通做。按算伫9月最后一礼拜开始做头一波会先开放65岁以上的老大人。小数拜三召开专家审查会议，考虑国内目前流行的变种病毒，是以 XBB 变异病毒株为主，同意核准莫德纳 XBB.1.5 疫苗专案进口来台湾。6个月以上的囡仔、青少年，也有大人，拢会当做。有的打就打呀。换新的病毒，佫甲做100较稳。一打进去我就马上有感觉，所以我要很小心。小数表示，经过审查发现讲，莫德纳 XBB.1.5 疫苗符合证据显示，甲真正的莫德纳疫苗是用同款的技术平台生产的，
进一步观察，动物实验甲小规模免疫原性试验的结果，自莫德纳 XBB.1.5 疫苗会当引发对抗 XBB 的变种病毒，亲像 XBB.1.5 甲 XBB.1.16有较好中和抗体的免疫反应。针对目前重点变异株 EG.5，也阁有新的变异株 BA.2.86，嘛有引发类似中和抗体的免疫反应，会当对目前流行的变种病毒株产生保护力。不良反应部分跟先前已核准的莫德纳疫苗相似，以轻中度不良反应为主，打的部位啊就是红肿嘛，稍微的发烧。如果得到病情不会很严重，一般人来讲呢，他不会想要去打疫苗，所以我预期还是有一部分人会来打，没有错啊，但是打气不会很旺。小儿科医师认为讲 ，XBB.1.5 疫苗上近9月份上尾1礼拜开始做，提供予65岁以上拢总200万人。对社会人来讲，注疫苗会当产生一定的保护力，会当避免染疫带来的重症甲死亡的风险。要算有注射诱因，若其他成年族群注疫苗的情形，数量应该无像进前遐济。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国际航太甲国防工业展览让4档无办，今年恢复举办，今仔开幕。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10个国家参加，展示航太国防无人机的系统。美国在台协会头一届以国家馆的方式参展览，有厂商是表示讲，因望讲未来会当伫台湾在地生产，来深化台美双方的军事合作。现场有280间企业，将近1000个单位共同参加。台北国际航太甲国防工业展，让4年14盛大举行，会当讲历届上大规模，吸引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10国参加。展示航太国防无人机系统，国务协会董事长吴志峰表示，有超过8000个买主会到场，南方趁机会展示提升国防自主能力。若无人机会当提供无对称作战的关键能力。到2030年的时候，无人机的产业会达到550亿美金。那所以，我们这次展出国内这些非常出色的无人机业者，他们的最新的技术跟产品。吴志峰讲，要让世界看到台湾企业强大自主研发能力。美方重视台北航太展，美国在地协会头一遍以国家馆的方式来参展，分享国防航太产业的上新趋势。The strong turnout reflects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aiwan's aerospace and defense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growing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Taiwan market. 这届展览吸引国内外大厂参加，包括航太工业头人汉翔、无人机研发大厂经纬航太等。那是全球上大的国防供应商，负责生产南方采购的 F-16V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会场的焦点。另外，组织中共顶岛环台，美方卖咱的飞山步履系统，10年底就会到台湾。制造商诺斯洛普格鲁曼原来参展也引起关心。第一个本土化、在地化，我们希望结合国内，不管是军工，我们不管是中科院、汉翔公司，我们的科技产能，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的产能在地化。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供应链也在地化。我们一直跟中华民国站在一起。吴淑芬证实。诺斯洛普格鲁曼要踮台湾，伫台湾扩大规模，是象征台湾优秀的工业实力，目标产能在地化，协助台湾打入全球国防供应链。记者综合报道。基本工资连续8档拢起，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显示讲，6成4的学生囡仔做线工拢是领上低的时薪。以大学生来讲平均1礼拜做线工17.3点钟，一个月是赚13块。另外，主计总处公布1月到7月的薪水是45381块，是增加2.47%，总薪资的成长是1.57%。也毋过因为物件拢会起价，实际上总薪资是减少0.67%，嘛是7档来头一届出现负成长。用简单好捌的方式教游泳爬水的动作，佮说明伫水内换气的小技巧。伊是读电机系的酷先生，因为伊有救生员的资格，佮透过游泳团课加救生员2份工作，可以伫校热旺季赚7万块。有爸爸妈妈自己来问我说，能不能教自己的小孩？因为我以前是泳队的，可能跟一般教练不一样的
观念。这个日教会是运动心理学的博士生，也是一个韵律体操国手，会当透过时程教导体操，一节课伊的时薪就会当赚到1500块。在看镜头的时候呢，他会很专心的看老师在做什么，然后老师会看小朋友的动作，然后给他及时的回馈，而不是现场教学抓着小朋友的身体，然后去做到那个正确的动作。基本工资连续起8届，学生囡仔做线工的人较好赚。人类银行公布上新的调查，6城市的学生做线工，领上低的时薪，在减固上课的情况下，大学生平均每礼拜17.3点钟做线工，以平均时薪187块来算，安尼每个月收入挖近13000。有过半的同学希望能够应征的是行政助理的打工工作，排名第2补习班的助教人员都遥遥领先第3名的餐饮打工。另外，为主计总处公布上新的薪资统计结果，会当看到今年1月至7月，经商性薪资平均45381块，年增2.47%，总薪资成长1.57%。按过去度物价因素，实际总薪资是年减0.67%，是7年来同期头一遍负成长。出口订单的一个衰退，让出口导向，让科技业、制造业他们员工的加班费跟奖金是减少的，所以冲击到总薪资。物价像 CPI 年增率还是处于这个比较高档情况下，侵蚀掉整个薪水的一个这个涨幅。另外，7月份制造业收购人数年减4.8万人，也创下14年同月上界大的减少幅度，显示出口衰退持续影响到咱国内劳动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越南伫9月12日暗时发生史上上严重的火灾哦，伫河内市一栋大楼烧死50来个人，有37个人受伤。这栋大楼只有一个紧急的出口，所以民众无法度逃生，造成死伤严重。消防员用袂少时间才进入这栋伫河内西南地区地震下巷仔路的主题。拍火时阵，嘛为另外一边爬起楼顶找生还者，佮甲被解救的人紧急送医。初步调查，导火点是伫1楼的停车场，这区停满居民的ô tô bike。nóng quá xong rồi dậy xong rồi thấy mọi người hò hét kêu cứu ấy. Nhà em vợ chồng em chạy ra ngoài, 2 đứa con chạy ngoài thấy lửa khói nó bốc lên nhà em bị chạy lên tầng trên ấy, lên sân thượng ấy. 一个厝边表示想要斗3工，暗过无法度。这栋公寓是10层楼的管房，每一栋离正近，差不多规个封起来。内底居民拢总150人，警方是讲，这栋建筑敢若一个紧急出口，几落10个人无法度逃生。当局表示，因为火真紧就窜起楼尾顶，部分居民因为伤火头惊吓，就为厝顶跳去隔壁栋的厝顶，也有住伫较低楼层的人直接跳落来。医师表示，这寡人受到火熏，也有人真侪所在骨折。越南总理范冰静视察火灾现场，认为这种的建筑必须要有够的逃生门。Rồi cũng từ đây thì mình rút ra những cái bài học. Đấy. Để làm sao làm tốt công tác phòng cháy chữa cháy, làm sao làm tốt các cái quy định, rồi phải chấp hành nghiêm các cái quy định. 越南大城市的消防一直互人质疑根本就无安全，火灾发生时阵往往会真严重。2022年南部一间卡拉 OK 火灾就夺走20多条人命。2018年乌志明市一栋关楼的建筑火灾，造成10多人死亡。另外，根据官方的资料，河内人口的密度是每平方公里2.2万人，是世界人口上密的城市之一。大部分的主体加小型公寓拢起伤晚，巷仔路真狭，厝嘛因为风道加装铁窗。所以，若是发生火灾时阵，想要走都无法度。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美国宾州一个杀人犯卡尔坎特，伊逃亡2礼拜后13号警方抓到了。伊伫逃亡的期间变装，因为捌倒枵偷走入去人的厝里偷食物件，佮偷牵车、偷提钱哦，互附近的民众是真不安。即马人互抓到了，民众嘛较安心咯。宾州杀人犯87个卡瓦坎特总算被抓为围捕，当局动员特种武器、战术部队甲战车。战术小组用日军干警装置找到伊个定位，无奈拄到雷公司那架爆破，只好将行动延后。Shortly after 8 a.m., tactical teams converged on the area where the heat source was. They were able to move in very quietly. They had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Cavalcante did not realize he was surrounded until that had occurred.
That did not stop him from trying to escape. He began to crawl through thick underbrush, taking his rifle with him as he went. 34岁卡瓦坎特2001年向前台前查某朋友38刀，将身加进免加刑，这卡2礼拜成功逃亡。伊逃亡期间改变穿插，创面体偷食米、偷车、偷枪，搁秘伫丛林内底，警方正歹掠，被形容是真危险的人物。在地居民过去2礼拜国家心惊惊，即卖伊被掠，心情拢总算放轻松。Customs and Border Control teams, BORTAC, had a dog with them. They released the dog. Some of our PSP CERT members were also there, had him surrounded. The dog subdued him. He did sustain a minor bite wound. 这摆行动无亏欠，完成任务了，20多名员警甲卡瓦坎特到店翕相，互警务解决人士甲民众和平无适当。公司新闻恩文朋友。再来看法国政府最近将对苹果手机 iPhone 12提出严重的警告，因为检测发现讲 iPhone 12的电子波超过标准。法国当局是要求苹果公司伫法国停卖这款手机，将对已经卖出去的 iPhone 12嘛爱做调整来降低电磁波的影响。苹果拜三才大发表上新款的 iPhone 15手机，当大家将焦点放伫新机仔时，法国负责监管辐射的机构国家频谱管理局，昨日以 iPhone 12发出的电磁波释放量超标为由，要求即日起停卖 iPhone 12。peuvent se mettre à émettre un peu plus, un peu moins d'ondes électromagnétiques. Et ce que cette agence a constaté, au gré de contrôles routiniers, c'est que l'iPhone 12 émettait un niveau d'ondes électromagnétiques légèrement supérieur à la norme fixée au niveau... 监管机构检测数据显示 ，iPhone 12摕伫手中，还是放伫落地的时阵，人体吸收的电磁波是每公斤5.74瓦。超过后面所规定的每公斤4瓦上限。iPhone 12是2020年就市的手机啊。苹果公司虽然对这项数据表示积极，但阁强调会继续甲法国政府合作。Alors oui, ça m'inquiète et d'autant que je suis iPhone friendly depuis 12 ans, 13 ans. J'ai jamais eu trop cette sensation, ce problème-là. C'est vrai que souvent j'utilise des écouteurs plutôt que de mettre directement le téléphone là. Là, ça m'inquiète, oui, parce que déjà j'ai pas envie de le garder. 真侪国家的监管机构拢会针对手机啊电磁波量设定限制，防止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也讲到，经过大量研究，目前有无度证实使用手机啊会对健康带来不良的影响。La règle, c'est la règle. Et lorsque l'Agence nationale des fréquences estime qu'un constructeur a dépassé le seuil, alors ma responsabilité, c'est de veiller à ce que les décisions qui sont prises, c'est-à-dire le retrait de la commercialisation, soient bien appliquées. 巴洛特同时也指出，电磁波量的变化受到手机的软体更新影响。苹果只要进行软体更新，就会当解决有关电磁波超标的问题。公司新闻，戴维尼报道。再来看奥地利的动物园有犀牛凶凶掠光攻击工作人员，有员工来斗相共嘛，互犀牛攻击，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画面上，这只重1.8吨、体型真大只的母的犀牛，就是造成饲养员一死一伤的凶手。这事件发生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动物园。园方讲，拜二早起，这33岁女性的饲养员像以往同款要去饲犀牛，无想这伫工作时，这犀牛凶凶对伊展开攻击，造成伊胸腔严重受伤，当场不幸死亡。Die Tierpflegerin geht normalerweise in der Früh zu den Nashörnern, schmiert sie ein mit Insektenmittel, weil die Insekten die Nashörner immer ein bisschen nerven und hat das gemacht, wie sie das jeden Tag macht, wie sie das seit Jahren macht. Und was anders war, wissen wir nicht. Ja. 事发当时，另外一名男性饲养员赶到现场，想要将犀牛赶走，不过上赶也遭到攻击，造成脚骨断去。加在经过紧急手术了后，已经无生命危险。这两个饲养员是一对翁仔某，太太来自德国，李先生是奥地利人，两个人拢是经验真丰富的专业人员。为安怎发生这款的意外，动物园也惊到。War auch immer bei Untersuchungen oder so dabei, weil sie eben so gut mit den Tieren kann. Ja, sie ist Profi. Und arbeitet einfach lang und gut mit Nashörnern.
西牛是陆地上体型第二大的食人动物，敢若比大象较细只一点啊。园方指出，正园区内底有4只白犀牛。造成事故的母的犀牛，2009年就已经来到园区，以立正合作。从来毋捌发生地，离园区内底犀牛区成立30年来，也从来无发生过攻击事件。研判犀牛可能是受到某种刺激才掠狂。经警方甲劳动检查部门已经对这事件展开调查。动物园也伫12、13连续关门2天。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来看新北市的新庄哦，富国路一栋老公寓，昨日到外墙的泰路落落来，去撼到一个桥倒摆的民众，厝主已经找人来修理，嘛甲对方讨论赔偿。也毋过，因为公寓大楼无做好维护管理，新北市的公务局会依法来罚6万块。机车顺顺啊徛1万年。碰一声泰路位天顶降落来，女子行到一半，行到大步往后壁走，看公寓外壁泰路规大片的落落来，啊摩头角落到摩头卡拢是。好大声，响也好大声，这个地下好多那个瓷砖好多哦。代志发生伫新北市新庄富国路上这栋公寓。建造超过40年，12暗6点外，5楼外壁突然落落来，一台车受损，高卡去讲到骑机车的人。小队要跟着跑过来，啊，昨阮投票有带，无带赔3000块互伊，安慰安尼。中火现场也可会当看到落落来分野，姓詹的厝主开1万找人修缮，也摒扫路边大细的态度，装作一地啊，搁一地，搁讲好势赔偿。虽然对方无提过，也毋过新北公务局决定要开罚。依照建筑法规定，我们已经对建筑物所有权人开罚新台币6万元整。无现行维护管理责任，新北公务局有权对5楼的厝主开罚6万，佮要求所有住户对规栋公寓全面检视修复，若无会采罚规栋建筑物的所有权人。记者综合报道。车红灯哦，对维持交通是真重要。若是熄电哦，就真费气。调查发现讲，台中市的交通号志有设备断电系统的，只有58路口，比例是无到1%，嘛是达到上低。台中市的文心路甲公益路口，这车红灯有设一款控制箱，就是 UPS 未断电的系统，会当确保路口的车红灯袂因为向停电抓动点，造成塞车影响交通。对，因为没有一个号志可以预巡啊。对啊，所以车子会乱窜啊，可能，而且有些时候可能是晚上，路又大条，车速容易快啊。我觉得应该可以再管分一点，每个区、每个乡镇都应该会更好。台中市交通局选伫大路口设一款 UPS 供电系统，让车红灯运作稳定。6都目前嘛拢开始设一款未断电的系统。新北市设置的比例是6.99%，是6都内底上悬的。新北有3946个车红灯，已经有276支拢有设这款系统。按照台中全市敢若58支有设，这比例是连1%都无。目前是6都内底吊车尾。持续于依照式路口、主要干道、车流较多之路口及25米以上道路设置耗资不断电装置。市府表示，未断电的系统成本悬，所以会先用租的，会继续争取经费来推动。按照民间团体是烦恼讲，扩大设置对市府的财政会造成负担。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又要在上面再加更多的不断电系统，那最后这些设施老化需要更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第一个要检讨的事情是那个路口的结合设计，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让它可以在耗资失效之下，它也有自然的安全性。民间团体表示，市府毋若考虑系统的影响性，阁要为交通工程来改善驾驶的视线范围，阁有用路的习惯，才会当避免伤过外靠车红灯，颠倒阁较高造成交通意外。记者林建生、王良涛台中报道。来看有一个网友哦，公开高雄一间国中送予1年级学生囡仔厉害的礼物，其中有米、有一粒咖啡豆啊，有树泥、有起土，阁有白纸，计共13项哦。伫网络嘛引起真侪讨论，学校是强调讲，每一个物件拢有代表无同的意义。第一拍开，内底有真侪物件，有像零松啊、米、咖啡豆啊、甲米仔机等等，都是日常看到的物件。这是进行国中送予星星13项星星礼，红纸顶面写着每一项代表意义，有民众翕相铺顶网络。
认为哪有这款新型嘞？嘛有民众认为这是啥物物件抵定负面的声音。不过校方回应，这看起来平凡的物件，背后拢有加深的刻画。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在平凡中有它的意义存在嘛。那我觉得孩子其实，你说给他明白，就知道其实从小东西可以看到它的大道理。那其实他们懂之后，他就会去珍惜它，而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平凡的东西。这里特别新鲜嘞，是在来到学校附近来访问家长的看法。有人是认为学校真用心，会当互学生体会学校学袂到的观念。不过也是有人认为，开学应该爱互学生欢喜，爱上新的物件。大家看法是真无同。意义我是感觉迄个白米啊，做田人辛辛苦苦伫田林安尼来种出来的物件，咱咧食的时阵，咱来感恩啊。我是觉得学生的感受度会比较不好。对，他会可能比较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是校长的用意是好的。其实学校发予1年这项礼物已经有3档了，虽然外界有无同的想法，校方表示，校长甲老师拢会用学生解说物件意涵，是毋望学生这3年会当用心体会这13项物件代表意义。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再来看顶礼拜台东县伫落大雨，伫初9的暗时，有民众伫路顶看到一只真奇怪的动物咧爬，嘛通报台东县政府的农业处，找查某掠到这只动物，嘛发现讲伊是地球真古早就有的酷鱼龟鹿菇类，因为这种外来种的酷鱼菇类是禁止进口的动物，所以即马县政府嘛望讲这只龟的主人赶紧出面。初9暗时落大雨，民众开车经过台东市山西路，发现一只真奇怪的动物伫过车路，看起来亲像拉里，阁亲像龟。民众通报予台东县农业处来掠，查查掠到，发现是一只那亲像酷鱼龟类。伫台东县是头一届伫室外发现的外来种动物。看到之后，他也先回家拿了他家的猫笼，再过来，然后就顺利逮捕到这只，也解除大家的担忧，因为我们已经跟周边的民众说要小心。这只酷鱼龟类体型超过30公分，伊原生地伫美洲，是地球上古早的爬行动物，寿命100岁，上大体型有60公分，生活伫个正水的环境。因为加力真强，是食肉的动物，夹到人的指头啊会骨折，可能对农田的工作者会有危险性。已经予经济部列做禁止输入的物种。它们其实平常就是生活在水里面，它其实不太动，比较像是一颗石头在底下。那它比较不会有什么，一般比较不会有什么危险，只是说你如果不小心踩到它，可能会被咬。生态工作者是讲，因为因伫台湾无天敌，一届佫会当生将近100粒卵，掠做伫野外生碳，安尼对生态平衡有危害。台东县政府已经公告认领，要来找饲主，毋过目前无民众出来认领。依照动保法甲野保法的规定，违反公告禁止饲养、输入还是输出的动物，会当罚5万以上25万块以下罚金。掠做是弃养，原来会罚款2万至10万块，呼吁民众毋通饲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外海，最近出现一批数量较袂少的观察头海翁大约是有20多只。业者是表示讲，一般来讲9月以后，花莲外海就真少出现这种观察头海翁咯。最近又搁出现有可能是受到风台的影响。一个发现海面有海翁喷水花，上海洋船慢慢挖近，本来敢若看到4、5只观察头海翁扑出来换气，不过后来发现这个族群有20多只，是今年上大阵的。但是抹香鲸是16公尺长，这么大只，其实它们通常来讲，大概出现会是1头跟2头。根据我们自己的记录，大概会是一个小家族。但今天很特别，应该是记录以来看到最大群，将近超过有20多头的抹香鲸。大家感觉奇怪是，观察头海翁伫9月较罕的伫花莲海峡发现，不过这届竟然来20多只，离花莲港6至8海里的所在伫休困。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到因？外界嘛感觉真好奇。因为整个8月的海况，然后加上台风的影响，所以其实都是处在比较难搜寻的情况。所以今天到了9月份，很难得，对，终于又看到了。大好平湾山区的万英乡马湾国小的师生特别来赏海翁，会当一届看到这么多只大型海翁，互大家拢真欢喜。很兴奋，没有那么近看过海豚和那个鲸鱼。有些小朋友今天是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抹香鲸，或是那个飞旋海，对，相信对他们经验本身就应该是扩增了不少。
作家廖鸿基老师表示，目前伫做太平洋观察头海翁的计划已经完成3季，会收集相关的数据来了解因的行为，也甲生态地以及保育的需求是毋是受到气候的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沿海有企鹅的面积有1400公顷，一寡企鹅的材料是会产生污染。当地最近设计出一款新型环保的鹅仔瓶，咱做伙来了解。工人甲一支一支黑色的塑胶管摆好势，用塑带甲固定好，因当咧做面积100平方公尺新型的鹅瓶仔。新型的参传统的上大的差别是材质无共款。但是鹅仔产业发展协会为着鹅仔产业的永续发展，要改用 HDPE 材质来饲鹅仔，除了袂像 EPP 铺具足够破气，嘛减少对海洋甲人体造成危害。进前阮做实验有参加过啊，毕竟伊的物件较用较实用。这个物件伊有法度用上差不多50吨，而且如果伊有损害，伊会使修补，比咱早头咱的讲迄个 PVC 会更加这个环保。目前市面上铺具有 EPP 甲 PE 艺术家2种材质。台南社区大学海平废弃物监测室发现，无论是 EPP 也是玻璃拢材质，拢会对海洋产生污染，因毋莫彻底禁止使用。台湾修法2026年会全面禁止用玻璃拢铺具。机关所表示，目前市府已经无补助 EPP 啊，不过前几档拢总补助3000外万，只是话要禁 EPP， 恐惊引起反弹。台南这边最大的污染源就是发泡塑胶，只要这个东西不要用，这个问题马上解决。它占我们垃圾量最大量。PP 伊还是较会破，PE 较耐用，所以未来咱就是全面规划，做 PE 渔具。台南沿海饲鹅的面积1400公顷，要全面改用新型的鹅瓶仔甲塑仔瓶，第一时间阁无法度达成。机关所所长讲，因这3档会有300瓶落去海边做测试，未来要提供予鹅农无共的替代方式。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宜兰头城的唱歌今仔暗时来举行哦，早起嘛已经开始准备咯。今年计共是有12队的选手参加，有日本跟法国的选手哦，头名有15万块的奖金。在炮声当中，福村里的高浅用吊车吊起了高平顶悬，在地人嘛无用咧整理高浅顶悬的制品，嘛也今早祈福。今年国内头一场唱歌，伫咱人7月30，也就是新的14半暝，伫头城举办。这场伫宜兰的大型中原祭典，将一暗就先放水顶开始这个活动。头城唱歌伫2006年，由宜兰县政府指定做节庆类无形文化资产，伫旧历7月上尾一天的半暝举办，要予好兄弟伫鬼门关进前会当食一顿仔饱，祈求消灾解厄。今年拢总有12队来参加，还佫包括为日本、甲法国来的选手，每一队拢真拍拼咧准备，希望会当达成标起的高平，抢15万的奖金，而且若甲高凊顶悬的顺风旗记落来，还佫有另外奖金。有12队迄个选手，内底嘛有法国的选手，有日本的选手，嘛有这个印尼的选手今日真热闹，因为咱3年疫情无办我们协会要赞助头等奖部协会1000斤的白米给在饭盆上面记住饭盆上面给选手。另外，宜兰县唱歌民俗文化协会为了这个活动，捐1000斤的米来拜拜，而且伫会场发2000包有拜过米，要互民众食平安。这个唱歌都是队的赢的，到半暝就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玛丽莲梦露是美国50年代大明星，也毋过正少年就过身。伊在世的时哦，伫洛杉矶的徛家过几啊手，目前的厝主拍算要甲伊拆掉，嘛已经批准咯。也毋过大家拢真毋甘。即马洛杉矶的市议会已经甲这栋厝列做历史文化古迹，要求讲爱保留。周围内面遮悬的树仔是开白色的花，但是内面白壁红砖建筑看得出，因为时间真久，一寡厝顶的砖仔已经落到来破去。这是伫1929年起的，这有西班牙殖民风情的游泳池好野厝，是美国上名的 sexy 女神玛丽莲梦露伫洛杉矶的故居。1962年3月，伊和第3任的翁婿离婚了后，决定要去买这间伊唯一一个家己去买的房产，但无当后伊就遗失食过量的爱困药啊。伫厝内过身，迄当阵伊才36岁尔。
这栋厝是见证玛丽莲梦露真短但是真精彩的一生。伊真单纯搁美丽的形象，甲大拢一直伫真侪迷众的心中。伊和美国前总统甘乃迪神秘的情史，尤其替伊的人生增加传奇的色彩。但是这栋陪伊度过上尾时间的好业厝，最近差一点互新业主拆掉。经过民众强烈抗议 ，LA 市议员顶礼拜五提案要求市府甲这定做古迹。Marilyn Monroe represents to so many people, men and women alike, what it is to overcome adversity, to work in Hollywood, to be a trailblazer and an icon. And this home where she lived and brought her unique personal style and touches are the exact kinds of monuments and places that we need to protect. 根据报道，今年7月，一个无公开身份的买家，以要840万美金的现金买这栋厝，遂启动拆除许可证的申请。看起来都是为着这第三重建了后的价值。但是这侪年来，这栋玛丽莲梦露的故居已经是洛杉矶的地标。真侪民众拢特别到这来怀念这个美倒大家、但是红颜薄命的大明星。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